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的经节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啥物所在？路加福音，这是咱较熟的。另外一个咧，我拢写伫顶管，逐摆拢安尼吼。另外一个是马勒基书，马勒基书是咱旧约内底第几本？最后一本。 规个圣经旧约拢总有几本？39本，39、27，新约有几本？27。所以咱的计划就是39旧约39本，39，然后新约乘出来刚好27。然后马勒基是旧约内底第39本。 最后一本，搁过就到新约啊！旧约到新约，若是咱的圣经显的，可能敢若一页尔，迄个写新约一页尔。但是事实上，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这个话，到新约才写出来这个话，两个约中间浪几年，浪特别800，足长的时间。 拢无阁有上帝的话语伫即个中间启示，总是伫马勒基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所在，伊一个足特别的，伊要开天顶的窗，要赐福互你，要安怎赐福？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对路加开始有一个财主，即个故事的开始是因为有一个人要来找耶稣做判官，甲伊讲哦，你着叫我的兄弟甲我来分财产。 耶稣，你来甲我做一个判官的吼，看即个财产要安怎分，要安怎用。所以耶稣伫即个中间讲哦，着谨慎约束家己，毋通贪心。哦，你即两个人要分财产，分来到耶稣遮，要用宗教的力量甲伊讲，你着去分财产。因为耶稣伫遮讲，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积聚的丰富，还是和合本的写。 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，不是你的家产有偌济，你的性命就对得丰富。这两个无共款。然后耶稣伫即个中间，伊讲有一个讲着一个故事，讲即个好野人，伊的田园真好收。哦，即个咱的白话字哦，圣经伊写讲田园真好收。我想真好收的意思大概就是哦。 我的地哦，我着落一粒啥物籽，伊着生啥物出来。哦，我种啥伊着生啥，我种啥着逐项拢有。即款的经验咱敢有？我想咱足侪人的后园啊，嘛是安尼哦。上帝所赏赐的土地真好真肥，后迄落种苹果的，苹果甲食袂了，过着爱放冷冻，过搁去做苹果泥啦。 哦，做荔枝啦，咱的园啊，足侪人拢有收成真济，搁有会当去做酒的啦。所以咱会当体会到是安怎伫迄个圣经的时代所讲的，就是会当用福德去做酒。迄个意思是啥物？就是因为我不止食了有剩，搁会当吞落来，所以做酒为可。若是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“青食着无够啊”。 搁有通拍竿，哦，青食着无够啊，搁有通拍竿。所以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会当看见，伫圣经内底所写的，即个田园真好收的意思，真正是伊有非常真好的条件。伊种啥就是啥，伊做啥会拢成。伊投资这就趁这，投资迄就趁迄。凊彩投资就凊彩趁，敢有即种的？我想真正有。 然后伫即个中间，伊讲，伊专伫安尼想，我吼，趁的遮济啦，无到即个仓库来藏遮的物件，所以要安怎？甲我原来细间的仓库甲拆掉，然后起一间较大间的，哦，我就通藏。然后藏的时吼，你看哦，圣经咱讲的是啥？伊讲吼，伊要藏起较大间的，要互伊的五角甲财米。 拢要通蹲伫遐，然后搁甲伊的灵魂讲，圣经足趣味哦。灵魂啊，你有济济财米积蓄，做济济年的路用，通轻盈、啉食快乐。
哇，伊家己对伊家己的灵魂讲哦，即世人趁的哦已经有够，所以啊，我的心啊，就伫即个内底清盈，然后会当啉食，会当得到快乐。但是伊敢有得到即种的快乐？咱所读的故事，甲咱讲，伊讲哦，上帝甲迄个富有的人讲，误人啊，今暝就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啊！你过去所趁的，你所积蓄的，对你一点仔利益都无，你无法度伫即个中间来享受任何边啊！所以伫咱所读的圣经的尾啊，伊有讲一句，伊讲：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，伫上帝面前无好嘢的。也是安尼，所以咱的财宝只有积聚伫人所看会到的所在，总是无积聚财宝伫天，就亲像即个财主钱，人过就啥物货拢无去啊。来比较两张图，这是两张图。人的内心若是愈富有，伊对外在要求就哪少。来，即个图看起来亲像啥物货？即个人。有偌济物件，无啥物物件吼。啊，但是伊即个 X 光照出来内底有啥？好有爱心哦，有真侪爱心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咧，即个人有足侪物件，但是 X 光照出来伊剩啥？骨头。我毋知影咱是毋是亲像安尼？即句话真趣味。对外在的过度要求，就是人内在破产的开始。你所得到的物件真侪，就是你心内要破产的开始。我想这个图足值得咱思考的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，除去路加以外，佮另外一节伫马纳基。马纳基内底有真特别，咧讲到1/10的奉献。即个1/10的奉献对甚物人开始？对旧约甚物人开始？对雅各开始。迄是伊献祭向上帝应允。上帝啊，你若带我的路，你顾守我，你阁互我重新转来到一上帝的厝，我要安怎？我要伫即个中间用即个1/10，这是啥物？这叫报赏吗？毋是，我要用即个1/10来回应你予我的赏赐。我要用即个1/10来回应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节伫第6节内底，因为我耶和华无改换，所以恁雅各的囝无拄着灭亡。伊是讲，我对你的应允拢无改变。即个应允是对亚伯拉罕、对雅各、对以撒、对遮的列祖一直落来。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马纳基，伊只讲，总是恁拢违背我的律例呢，恁拢无守我的律例呢。你伫我赏赐恁丰富济了后，恁越倒转，走去别位。恁袂记得，我就是迄个带恁出埃及、经过旷野入迦南地的上帝。恁嘛袂记得，我就是互你伫万国中间。通起做迄个大个伟大的荣耀的迄个上帝，所以伊伫遮讲咱读的经节，当恁越倒转找我就要重新赐福你。所以过去恁拢无遵守我所甲恁教示的，恁只有做恁想爱做，行恁所要行的路。但是遮上帝互伊一个真大的挑战，伊讲。甲遮以色列百姓讲：恁啥事偷摕我的义？我照着我对你的应允赏赐你，但是你敢有照着你所得到的回应伫我所予你？我想即个经节伫即个中间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因为伊伫遮所讲的，伫迄个所得到的物件，有迄个1/10是属于甚物人的？上帝。所以，当迄个物件无重新来纳互上帝，奉献互上帝，无用这来回应上帝听的时，伊伫即个中间所讲受咒诅。但是，亲爱的兄弟，
咱有偌济人会当做到即种的10分之一？咱有偌济人会当通过咱所奉献的10分之一，真正会当得到稳定的享受？我想，这就毋是我伫台仔顶用话2、3句会当咱家己来讲，会当甲咱大家来讲。有真侪时，我所体会上帝，你无一定体会得到。今仔日伫我生命中咱所行的，到底我欠偌济，只有我家己知。总是上帝保守我偌济，嘛只有我家己知。通过咱中间每一个人伫生活人生，拢有真侪真无共款、真丰富的得到。所以伫迄个10分之一内底，或是伫迄个上帝所赏赐的物件内底，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真深刻的想法。只不过迄款的想法是毋是亲像即两张相片？外口看起来真空的人，内底其实是真富足；外口看到真富足的人，内底实在是真空。所以，上帝伫遮以色列百姓讲：恁无将恁所有的10分之一，你偷摕我的意。然后遮个人就应伊讲：阮当时来抢你的物件，其实就是伫迄个着咱的10分之一的奉献，甲着献的祭物的典范。伫即个中间，你若是看11节，伊伫遮讲：你若用你的10分之一完全送入去虎口，我要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祝福你。即个经节真特别，因为即个经节是真少数伫圣经内底用上帝的角度在挑战人讲，你会当试我？你若安尼做，你会当试我？我是毋是会用安尼来祝福你？你会当安尼来试我？我是毋是安尼会当将完全的物件来送入赏赐伫你？所以伊讲，你着爱将长立的10分之一全然送入虎口，互我的厝有粮，用安尼来试我，是毋是为着恁来开天顶的窗，拼福互恁，甚至是无地人去？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节，这个经节无法度用你来讲修济道理，只有用咱家己的信仰面对上帝。上帝啊，你真正是照安尼来祝福我吗？上帝啊，伫我所行过的路，真正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我才会当一直行到今，行到现在吗？咱毋知会记真，有一个故事。咱嘛是前几礼拜，不管是早经还是讲道，拢捌讲过。耶稣互5000人食饱，用啥物物件互5000人食饱？5块饼、2尾鱼。咱讲即个5块饼、2尾鱼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伊是啥物人摕出来？一个囡仔。咱嘛有讲到，有可能就是即个囡仔便当插了无好，去互看到。全去互温度刻意，全分去，这有可能。但是真趣味的就是，一个囡仔手中的5块饼、2尾鱼，去到耶稣的手里，通过耶稣的祝福，伊变做啥？伊变做互5000人食饱，然后佫剩12斤。亲爱的兄弟，到底上帝的祝福是甚物货？上帝祝福是甚物货？假使伫即个囡仔5块饼、2尾鱼，我摕小块出去，即个物件去到耶稣的手，出来的物件变做啥？5000倍。若是安尼，倒变过来算，5000分之一，安尼即个囡仔到底奉献偌济？伊敢有奉献到10分之一？伊无奉献到10分之一，但是伊所奉献的，互5000个人食饱，佫有剩。是安怎人手里的物件，去到伫上帝的手里，囡仔手里的饼甲鱼，去到耶稣的手里，马上就无共，马上伫即个中间就成做滚啊倍的效果，马上就互人伫迄个中间，毋是一个人得着饱，是真侪人得着饱。原来，上帝互人上介大的祝福，
就是互咱手面所有的物件，会当成做加倍的福气，行落伫别人的身上。今仔日你所献的1/10，到伫上帝的手面出去了，不只是10分，是哪来哪加倍。但是若无安尼做咧，耶和华上帝伫即个中间，伊讲：你若饲我，你若愿意将着纳的1/10送入去虎口，你用这来饲我，然后咧，我要为着恁来刺激遐个草莓啊，伫草莓啊内底袂去侵害着恁的土产，你所种的葡萄袂熟以前袂烂。万国要因为你是有福气，要因为你诚做希望。亲爱兄弟，人上界大的悲哀，伫咱前几礼拜的讲道内底，连续2礼拜拢讲到，人会当伫上帝面前来领受家己辛苦趁食得来的果子，迄是上界幸福的代志。但是若无咧，意思就是咱真辛苦去栽种，咱真辛苦去趁食，总是咱得无半面。迄款的感觉就亲像你用手要铺一个米起来，总是迄个米粒仔会对咱的手芳留了了。所以你看到真侪福气，但是当你要芳的时，芳无半项。人上悲哀的就是，人的福气伫目睭前安尼过去，总是家己享受袂到。但是伫即个经节内底，伊讲。你若将着纳的1/10归互上帝，你要留偌济？至少9/10，至少9/10。但是当咱无将迄个物件好物来献互上帝时咧，有可能咱是漏掉9/10。伫迄个中间，人才重新来看见。人的价值到底是啥？当咱为着咱家己来活，咱只有活到一世人；当咱为着愿意为着上帝来活，咱所奉献出去的物件，会一代过一代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标题就是可能今年台台长的教会所出的迄个新的 logo。咱若看咱的周报，咱周报的 logo。顶悬的 logo 是，迄个焚而不毁 logo 生做啥物样？火甲气皮是上面下面，顶悬是火，下底是迄个气皮，叶啊树枝。但是新的 logo 是变做左边右边。长老教会一直拢是用焚而不毁来做咱的标题，包括伫台湾嘛同款。其中伊所讲的是啥物？其中伊所讲的就是。伫上帝荣耀内底，你所献出的，你所火烧的白花，总是上帝荣耀永远伫咧。为家己活的，干那到今世人，今世，但是为上帝活的，直到永远。有一个度假，英国的作家，加减一个引号哦，加减一个引号，一个迄个。苍蝇网是一本册，这个英国作家，伊伫1983年写一本册叫做《苍蝇网》，然后伊因为这本册来去得诺贝尔奖。这本册真趣味，咱有闲的咱去看。伊咧讲到一寡查甫人伫一个小岛内底吼，迄个故事真长。总是伊写的话，伫今年迄封用伫赖顶悬，我想你一定捌看过。咱真侪人，若是有加入迄个赖内底，你可能捌看过。伊讲着几句话，伊讲啥物？伊讲女人自称和男人平等，真是太傻了。因为一直以来，女人都远比男人优秀。敢有同意？今仔日无亲切咯，敢有同意？真侪人同意。这个人是诺贝尔的得主，你会当转去检查。伫即段的赖的下底，有搁另外一段话，其中有一句就是咧，伊讲，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，你都会得到更多的回报。敢有同意？
今仔日无亲戚，较大声。啊，这个作家是啥物人？这是一个美国人，牙买加籍的美国人。我后来去甲查出来，哦，伊所讲的，但是伊所写的册，甲顶悬这个英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册咧，无一个伫顶悬，一个伫下底，哦，完全无共款。咱若有人家己吹吼，这个叫做 Eric， 这个叫做 Eric。然后伫这个赖的内底有一篇，有一寡字，伊写上来讲吼，对于女人，你给她一个金子，她给你一个孩子；你给她一个房子，她给你一个家；你给她一堆食材，她给你一顿美餐；你给她一个微笑，她会给你整颗心。敢有同意？安尼，咱今仔日吼，我确定咱今仔日的无亲戚应该过了会袂歹，会较好过。所以伫这篇的文章内底，这毋是文章吼，这是两个人的所写的物件甲斗起来。哦，所以查某人有一款真特别的特质，所以他会使你给他的东西放大和倍增。所以如果你给他任何废话，那么请准备好收获成吨的垃圾。敢有同意？敢若咱真侪人我想真侪是咱会伫遮个所写的物件内底，真正来看到咱生活顶悬的现实。因为伫即内底，咱会当看到一个查某人，有时伊所付出的是人足无法度想象。然后一个小可的物件吼，你给他一个金子，他就给你一个孩子。那无即个查某人做袂到，你给他一个房子，他给你一个家；你给他一堆食材，他给你一顿美餐；你给他一个微笑，他给你整颗心。我想有真侪时查某人有即种真好真水的特质，但是伫即个中间，无一定拄拢互人珍惜。有时互人感觉理所当然，有时互人感觉应该。有时互人感觉伫迄个中间，亲像迄个付出真无价值。台湾伫20-30年前，会当有经济起飞一个真好的例，就是台湾有真好真强的中小企业，然后产生一个真特别的名词。即个名词有可能，因为我查袂到证据，嘛用来到教会。人讲头家。太太叫啥？头家娘。头家的太太叫做头家。头家一年趁偌济，敢算会出来？会啦，应该是算会出来。啊，头家娘一年趁偌济，敢算会出来？真侪是无去甲算。所以有一句话在讲，在台湾经济，咱中间有经济学家吼，我讲了毋知对毋对？在台湾经济的背后，有一个被忽略掉的成本，就是迄个头家。头家娘知心多少？很多时候零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若一天透早起来是头家娘先起来，头家先起来，头家娘先起来，但是头家娘无领薪水。啊，若伫教会内底有一个人叫做牧师，啊，牧师的太太叫做啥？牧师。啊，啥会叫做牧师？就是牧师无做的，牧师娘拢总做。啊，牧师有名分哦，教会聘的哦。啊，牧师娘呢？咱偌济甲聘，真侪时无。但是当咱伫迄个中间，咱真正得到迄个好处的时，有时是通过头家，有时也是通过牧师。总是事实上，真正伫背后伫付出的是甚么人？每一个成功的伟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。敢是有一句话，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定心来思考，到底什么物件值得咱笑量？是徛伫台面前的迄个物件吗？还是伫台面后咱所看袂到？
所以通过这段话，女人自称和男人平等，真是太傻了。因为一直以来，女人都比男人优秀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无论你给一个女人什么，你都会得到更多的回报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所以，不要得罪人。我唔知你有甲我同款的体会无？你一点仔物件，通过一个查某人，伊伫家庭、工作、事业顶悬，会变出加倍的物件。伊的伟大常常无人笑念，无人纪念。但是咱手中迄个1/10，有时嘛可能只不过小小的五块饼啦、两尾鱼，若通过主耶稣，伊所变出来有可能是5000倍丰富。今仔日我毋敢讲老母甲耶稣平重要，但是今仔日我要直接讲，做一个老母的，甲耶稣有一个共款的特质。当你小可付出伊伫身上的时，伊所变出来的物件是超过咱所会当想象，甲咱会当得到。伫咱中间检查的有人，家己在做老母，你的付出有可能伫年日的中间，你家己拢已经袂记你到底有做啥物。但是咱嘛有可能伫即个中间重新来思考，较早我的老母。无论迄个老母还阁有伫的，还是还无伫。但是我所知影的是，伫咱教会周报内底有几来个，咱伫遮身体欠安的兄弟，咱拢写伫即个中间。我毋知影咱有偌济时伫遮真正有伊来内倒。总是我要伫即个中间邀请咱搁一摆来看，来孝念遮个人。你笑之外。下你一个妈妈，咱的牧师妈今仔日有伫咱的中间，搁有贵芳长老，即个长老其实伫台南真侪人拢熟悉伊，孔德仁的妈妈，还搁有香怡姐的妈妈，佩文姐的妈妈，还搁有Peter 房的妈妈，可能遮大部分。拢无伫遮甲咱做伙，可能伫台湾。咱伫即个中间，有时伫想，到底咱所做的，上帝所领受的是啥物？咱有太侪物件是伫迄个讲袂出来，无法度表达的情形内底，咱甚至无法度去笑的。有个人妈妈还阁伫咧，检菜互人烦恼。点菜，互人毋知要安怎，总是伫咱中间，也有真侪人是伫真细汉的时就失去伊的妈妈。所以检菜有个人无真正会当了解妈妈到底是啥物，伊所扮演的角色是啥。总是我要伫即个中间，亲像我甲囡仔所讲的一个故事，讲的故事共款。今仔日无论咱过去的经验是啥物，要请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。通过这个母亲节，重新来创造咱未来的故事。我的意思是，去教咱的囡仔、细囝，甚至是孙仔，互伊珍惜伊所有的。今仔日咱有可能在座有真侪人，咱的囝儿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因为读册的关系，无伫咱的身边。咱可能嘛会想讲啊，少年的有少年的想法，伊拢真无用。但是我伫遮也要向大家来讲，伊无敲电话互你，你敲电话互伊，请你家己教，去珍惜伊还阁有的妈妈。今仔日即个责任，毋是囡仔会晓表达，袂晓表达。今仔日即个责任是，咱敢有伫咱的生活顶悬，将即个物件教互咱的时势。最后，要互咱看的毋是女人得罪不起啦。最后要互咱看的是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
感谢你听阮，感谢你照着你的应允，通过阮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阮来讲，阮会当将属于你的1/10送入虎库，用安尼来看你是毋是对天顶摒落福气，互阮有存，佮无地人囥。主，阮伫即个中间，愿意照着你的话语，你所互阮的应允，要安尼来挑战。总是阮也更加感谢你，你伫地面上就已经用即款的物件赏赐互阮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生阮的妈妈。无论阮的妈妈今仔日在哪里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也伫即个所在来孝养。因为阮的妈妈也亲像你款待阮共款，当阮小可回应伊对阮的疼的时，阮看见阮的老母的欢喜。主，求你搁一摆教示阮人生的功课，互阮伫过去阮所做无够野、无够珍惜的，阮也要照着阮的囡仔、孙仔，要教伊。珍惜伊生命中间所有的，阮不只为着阮家己的老母来祈祷，也为着阮所有的老母来感谢。主，求你安慰阮每一个人的心，咸在伫无亲这个中间有目屎的，愿恳求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快乐的心，咸在阮还阁会当甲阮的妈妈。三甲坐倒食饭，恳求你赏赐阮有一个孝良的心。可能阮无看到阮家己的囡仔，无看到阮的妈妈，总是互阮通过电话、视讯，用任何一种的方式来表达阮的关心甲感谢。自假使以上阮拢无法度做到的时，恳求你，互阮有一个感恩的心。互阮伫即个祈祷的中间，摆上阮的心思意念，愿你监察，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。愿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孝念了老母、孝念上帝为阮所做一切的恩惠。愿你的恩典对天摒落伫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身上。愿安尼祈祷，感恩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